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负责研究发展加科学市府各机关局处的市府研考会，上午举行成果发表。研考会利用1天的时间，将大量的数据来图像化，并且用简单、容易了解的文字制作新册。主要希望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市政，借此传承台南的施政经验，并且得到代理市长李梦燕的肯定。不但亲自出席，而且这嘛是市长今年唯一出席局处的成果发表。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一次的专书跟我们的网站都采取了一些图像化的一个设计，这个大概也是全台湾第一本用图像的方式来表彰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些工作跟努力哈。那我们其实秉持的是希望打造一个透明的政府。那透明的政府是什么？就是拆掉夹层，拆掉隔板，这样子才能够直接让民众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让我们政府所做的任何服务的事情，可以让民众第一个就能够感受到政府的一些诚意哈。这几年我们真的是在研跟考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啊！我想在4大领域，可以说是有很显著的成绩。一个是新科技的导入，新科技导入这个城市的治理。那刚刚主委已经讲了蛮多的哈。那其实这几年，譬如说像水情 APP， 水情 App， 大概市民都可以看，只要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知道家里附近的水位，那么可以知道哪里有土石流，可以知道雨量。那另外，这个这个资料的公开，Open Data 的资料公开。那这个资料公开，市政资料公开，在国外，在台湾也有很多已经有验证，资料的公开往往可以让民间的力量加进来，也就是说政府是有时而穷，可是民力是无穷的。你资料公开以后，很多民间的一些高手，高手在民间他会从这些既有的资料去找出一些 solution， 找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会中除了发表这几年治理台南市的秘密武器这本册，同时嘛宣布开放政府的入口网站正式上线，邀请市民做伙来参与，成为政府公民的一部分。透过各种的管道表达市政的建言，希望公私协力，做伙来推动市政进步。会中包括立委黄伟哲嘛到场为市府的官员来加油打气，同时嘛获赠这本秘密武器的新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谢谢，再次的谢谢。国际 Run Tomorrow 采购活动是由日本法人认知症协会所发起的，是陪伴厝邻的失智症患者做伙出门行行的，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传达失智症患者需要陪伴的重要性。现在台湾嘛响应这个活动，合作 Run 版，希望让咱台湾的民众会使更加熟悉失智症。针对这些失智的市民，他需要走动。那我们知道说，失智症的一些市民，他们平常就很喜欢走动，但是他的家属呢，很害怕他走动。为什么？因为他走到找不到的地方，家属很担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 Run 伴，就是说，陪他走，他喜欢走，那就陪他走。那不一定家属，可能我们一般的市民、邻里左右、亲朋好友，那都来陪他走所以这个 Run 伴，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地方是在这里。那真的很希望借着这一次 Run 伴，YMCA 二话不说就接下台南地区的任务。我们希望这样的其实是一种健走，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失智症的长辈也出来陪伴健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的参与，透过这样的参与，让唤起大家原来失智症的老人。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是不是开始进入失智症的部分的；第二个，怎么样积极的来协助他、陪伴他。他当然还是可以出来走，就像局长讲的，我们是陪伴他一起来走，然后希望他的在这样的一个晚年的阶段是有尊严的，还是可以很健康的来
走下去。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今年台湾软板活动嘛分做2条路线，将会有19个县市共同响应。台南场将会伫27号圣大丁场，东港将会对东门教会出发，一路到无障碍福利之家。现场嘛会安排实体前的照护宣导，以及相关地势的闯关游戏，希望咱市的民众拢会使共同响应。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民间发起的独立影展“南方雅典”伫台南行进多年，今年嘛要迎接18岁的成人礼。虽然过去曾经停办1年，但是伫市府甲民间企业的支持之下，现在嘛才会使为台南的影视产业发展继续努力。今年以坚持行家己的路，唔惊风雨向前行的宣言，希望持续提供优质的作品给大家。是我们的赞助跟支持，我们也希望维持这个南方影展协会、影像协会的一个独立跟自主性。好，所以让我的叫做没有把它改名叫南方强友影展，啊，或是我们也没有把它没有因为市府的参与要求改名叫这个南方台南市影展。好，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尊重它的艺术跟这个创作的一个独立性哈。那么让这个影展真正是具有口碑。只是希望，我觉得是这个社会真的变化太快了，什么都在变。那南方影展我觉得很可贵，就是我们支持全球华语独立电影、独立创作人这样的心没有变。那也感谢台南市政府，他一直让我们用台南影展这样的名字办下去，而没有像某些都就一定要什么什么都影展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度量。然后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南方影展它绝对会是一个我希望它不要变得太大或太热闹，但是我们的本质还是一直维持我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届嘛特别邀请台南知名的插画家维腾担任一日店长，将伫13号开卖影展的特票。现场除了有特票的优惠以外，嘛有侪相关的活动。我想说，今天可以当一日店长，甚至是帮大家把所有的南方影展的资讯传递出去，然后介绍给大家。就是希望现在的南方影展的创作者可以跟我大概6年前一样，虽然很困苦、很辛苦、很没有资源，不过还是有一个热忱的心。然后可能他们6年之后会回来这边继续带领一下。这届的南方雅典将要伫11月17号盛大开幕。现场除了有国内外优秀的作品以外，嘛有号称金马奖前哨战的南方奖、全球华人影片竞赛的入围作品。嘛欢迎所有对影像作品有兴趣的民众，莫错过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议员蔡秋兰因为不满民进党市党部以4当前议长选举的走票事件散发攻击的文宣，上午伫历史的陪同，到台南地检署按铃控告民进党市党部甲主委以违反选举罢免法甲诽谤。迄当时因为阮婆婆拄啊过往，所以伫迄情形下，阮拢无辩解，结果呢，拢一直诬赖，而且呢，佮甲我抹黑，所以迄当时阮选择沉默。所以讲，原本甲今仔日，因为呢，市党部佮甲寄一出乌函出来，要打击我的选举，我也无互因讲有啥物证据啊啥，伊今仔日佮甲我发这张乌函呢，就是要来甲我打击。我感觉我真的对了民进党太失望了。所以尤其是咱新潮流的，这拢一系列整个展盘啦。所以我感觉我的勇气是大，因为呢确实受到有足侪不平等的待遇啦。所以我今仔一定爱选赢这届的选战，为着咱的乡亲做伙来拍拼。蔡秋兰哪讲哪硬熬，因为4当前党部人员到伊服务处来抄资料。当时拄好撞到厝内人过往，并无出面来辩护。想袂到4当后，党部佮以恶意的文宣来攻击，想要互伊无当选。对此，民进党部嘛回应，因为该文宣以事论事，只是要向支持者说明捍卫民主的精神，
甚至互人无要当选，一切交由司法来判定。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让学生在大理之中更加顺利，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搭甲生技公司合作成立实习商店，让学生都来当学习专业的技能。生技公司嘛提供企业上的管理等等，好有机会买当家己创业。静心生技在国立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里面成立了示范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毕竟呢，过往我们在做很多产学经验里面会发现学生缺乏实习的机会。那借由这次的一个示范店呢，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他们未来都可以在这边进行很实在的学习。那甚至学到技巧之后能够在职场上未来要创业都能够很快的应用。那未来的话，我们育成中心也会持续开立各种相关的创业课程。那相信对我们这个学校或者是整个创新的团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在成立大会当中，现场嘛有开放现场民众实地体验甲传统无同款的美容保养。不过特别是过程拢是学生来操作，同时嘛，让大家看见因努力学习的成果。另外，美容的技术愈来愈科技化，嘛希望透过科技的仪器，提供大家更加舒适的美容过程。我们的学生他们在学第二专长之后呢，能够未来就直接导入在我们实际商店来做实习。那实习之后，他们以后未来要做就业，或者说他们要做创业的话，然后连接到我们台南大学有企业管理的话来做一个分享，然后做一个连线。那我们这次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台南大学帮我们协助办了这一场示范店的开幕。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要学第二专长，那可以来我们台南大学育成中心这边来做报名。现在已经有真侪学校拢推动三学合作，就希望借着双方的合作，让学生伫学校会当学习到职场的技能，嘛希望未来进入职场的道路更加顺利。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道顶所摆满满拢是南区喜秋地区有名的文创市集喜事集所创作出来的文创小物。另外，也阁有南台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生伫咧车秀这方面的用心学习所呈现的成果，希望会当好好来传承这项技艺。同时，也有甲农业局合作，协助着在地有机小农的成果发表。这三项计划拢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实行着社会责任，帮助台南，让台南变甲更好，实实在在成果。英文叫 USR 哈，就是大学的社会责任。我们去年申请了3个计划，那通过率就100%，就3个都通过哈。全国的计划里面，就是平均的通过率好像是40%啊，但是我们3个都通过哈。那表示说这3个计划基本上是审查委员认为很有意义哦。那除了这个刺绣之外哈，就有关于农业啦、文创方面的哈，我们的老师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做，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因为做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些成果。那有成果呈现在计划书里面，自然而然就审查委员认为说，
它已经有一个基础成果的计划，更应该的继续下去了。也谢谢我们这个团队也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未来还有一些活动，也期待各位的支持，希望我们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办得非常的成功也谢谢各位的一直对学校的一个支持。校方的积极付出，回馈社会，互有参与到这3项计划，每一位社会人士拢相当的娱乐。南区区长嘛代表讲出，对着校方这样用心的感谢之意。大家通力合作之下，把我们洗漱的洗市集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那我想说，不管是在我们的刺绣也好，在我们的这个农安也好，或是在我们的文创也好，那在我们台南应用科大的这个 USR 计划的支持之下，都有很好的成果，今天才有办法办这样一个成果发表的记者会。整合了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学生的创意甲资源，来关怀台南被轻忽的在地文化，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推动学校的学生对大学的教育加入社会责任实行。这3个案例所呈现的，就是上介好的成果。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为着要保障学童的视力，特别免费给小朋友来做视力检查，来确认小朋友是毋是有近视或者是其他目睭方面的问题。赛主会一群师兄师姐爱心，就是希望让小朋友会当好好来保护目睭。同时，赛主会也希望未来会当将视力保健这方面推广到社区来服务长辈。向国际总会申请补助款，让我们全台湾的整个学童受惠，而且50年来，我们国际基金对于我们台湾学童的照护已经遍及全台湾了。我们今年的方向又转向，来服务社区的老人，让我们社区的老人的白内障还有视力失明的，我们进一步的要跨到我们这些老年层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国际狮子会对视力照护的转型，对于我们整个台湾老人照护的一个工作，我们也竭尽所能的，希望能够跟我们的社区老人来服务。现场除了进行一项专业的视力检查以外，嘛宣导正确保养目睭的知识，教导小朋友，互因重视因宝贵的目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俗语咧讲，爱水是每一人的天性。随着科技进步，真侪人拢会开始寻求医美，互家己变甲更较美丽。毋过，其中却出现真侪不良业者，造成未少的医疗纠纷，互真侪民众对着医美有淡薄惊吓的心理。今日以下美容中心就持续落实6项原则，以品质甲安全为出发点，来服务爱水的民众。第一个我们可能选择医疗院所的时候，要注意它有没有我们那个卫生福利部给的医策会给的那个医美相关认证，就是包含这个注射、光电还有美容手术的认证。那还有来操作的专科医师的本人有没有专科医师执照？包含整形外科啦、皮肤科等等的卫生福利部核发的专科医师执照。那同时，我们奇美医学美容中心特别从那个术前评估啊，麻醉前评估，麻醉当中监测，手术安全，那术后照顾，还有这个等等各个等6大方面，来增进我们病人的医疗品质。在医美的纠纷当中，常常拢是因为麻醉的时阵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危害到生命安全，千万唔通轻忽。病人被麻醉之后，他除了是睡觉之外，他有很多的生理反应都消失了。比如说他的呼吸，他可能会呼吸暂停，那他的血压可能会下降，这些呢都必须有专科的麻醉医师呢在旁处理。尤其是呼吸道这几年发生的这个医美的问题呢，最多都是因为被麻醉完之后呢，呼吸道的不畅通、呼吸的停止而造成的生命的危险。那也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手术，比如说抽脂，那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脂肪栓塞，这个也都是需要很急速的建立呼吸道。那麻醉医师呢，给药来维持病人的生命安全。
可能有民众是因为较便宜的介绍，或者是促销方案，就被不良的医美业者所吸引。其实品质甲安全才是上重要的关键。吉美病医嘛提醒大家，在任何医学上的需求，拢爱用较谨慎的态度去面对，才会避免遗憾的代志来发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集合了将近30位的艺术家，展场内底总共布置了上百件的作品。知名百货公司的作者听他说系列艺术展，南部来到最后一场，这挂作品拢是以女性的角度，或者是描写女性故事作为出发点，将各种的主题，包括关怀海洋环境、书写着生命的故事、幻想的太空情景，或者是回忆青春的时阵，迄挂点点滴滴的过往姿态。那即日起呢，自10月29日，在我们希望3月台南新天地6楼 C 区文化馆举办了这下听他说他有话要说的艺术展。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主要是以女性的角度或是诉说女性的故事为出发。那我们这次有邀请近30位各个艺术领域的创作家来携手展出，就是超过100件的作品。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会举办大型的表演，还有一些 DIY 的创作活动。那此外呢，我们台南新天地也独家邀请到台南第一间由民间成立的共同工作室来举办星球空间实验创意室联展。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希望3月台南新天地一起来欣赏这边的作品，然后来看每个作品背后的故事。这个展览场分做视觉艺术区甲生活艺术区，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拢有无同款的表达，甲无同款的创意。同时，业者也会伫咧每一个礼拜六、拜日，拢会举办着动手做或者是歌唱表演艺术的动态活动。想要更加了解到女性朋友的内心世界，安尼就千万莫错过今年度南部最后一场的这下听他说，大家做伙来感受到艺术的响应。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